各位慢车里的里面大家好，这是慢车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今仔日咱即集呢，就特别的是头一届的即个合作的邀请，而且嘛是头一届的，应该是啦，就是即个来宾呢，佮住伫万城。哦对，所以即个来宾呢是台湾造卡即个 IG 的即个卖种业的即个管理者。咱先请即个来宾来自我绍介一下。我是台湾造卡，嘛会使叫我2000，我是正港的高雄查某囝。我即满是伫一间服衫店做世界单日历史，大部分的时间是甲模特儿换衫，无是甲因配衫，佮有一寡海报啊、资料，佮有电视的物件，佮有一寡里里扣扣的代志爱做，就想要我若会逐工拢爱甲伊穿，无就是爱摒扫，互因看起来是好看的安尼。那我会来到英国的原因，我感觉是因为命运，因为我本来是伫咧加拿大咧上班，尾我伫咧我的签证要到期前，我运气非常之好诶，抽到遮个签证。那我想了，我就搬过来啊！我嘛无想，我就是搬过来啊。对，命运的记大声。歹势，这需要我爱有年纪才会听有。我听有，给啦。我知影。因为即个台湾造卡吼，2000呢，伊伫即个伊是2000卡2000的2000，毋是1000、2000。无错。对，爱正名好。即个台湾造卡的2000，伊是伫即个IG 面顶甲大家做台湾的料理的。所以我今仔日就想讲，咱即集来讨论一下食的物件，就是即集会较轻松，讲一寡食的代志吼。先，我感觉会当先来讲即个。咱来到英国了后啊，是安那咱台湾人会需要家己做台湾菜，主要是因为遮尤其是离开伦敦了后，台湾的餐厅足少诶。第二个是吼，你其实我感觉遮会当找着亚洲的料理，拢算是会当找着好食诶。对。毋过呢，有当时你要注意看哦，迄间餐厅内底若是伤济白人，伊可能伊做出来菜，就是迄款英国白人想象出来的亚洲的迄款料理。对，无错。对，所以咱今仔日咱先来讲一趴吼，就是迄英国白人对亚洲的料理的即个想象。我拄仔来的时阵吼，看到上济即个亚洲的餐厅是印度、巴基斯坦含广东的料理，就是迄个早期迄个香港的移民，也是讲即个广东遐移民来遮开的餐厅，就是啥物鼎盛嘛，也是讲一寡啥物烘鸭即类的，嘛有一寡泰式的。而且呢，即几款的即个料理拢有无共的即个介绍区间的选择，表示讲因是市场内先较熟啊。所以你比如讲你想要省一你就去食迄个 take away， 就是迄个 chippy shop， 迄就是原底呢英国伫遮咧卖迄个煎鱼啊含马铃薯条的 fish and chips 的店。50年代的时阵，香港含马来西亚人来了，开始去搬遐的店，开始卖中式料理的迄款的店。通常你会当摕伫10磅以下会当买着一寡中式的料理安尼。毋过嘛有餐厅类互你会当坐。嘛有即几年开始有一寡行一寡较精辟路线的即个高级餐厅。毋过根据统计呢，就是遮料理的市场慢慢有咧救。取代因呢，就是讲印度、巴基斯坦讲短淡料理即款的市场慢慢有咧救。取代即款料理的呢是日本、越南含其他东南亚的料理。最近5-6年有感觉讲即个亚洲菜吼，伫即个英国是愈来愈流行，餐厅愈开愈济吼。而且有足济迄个比如讲日本的品牌来遮开分店的吼。即摆听讲伦敦连干贝拢有通食呢。真的，这是真的。对，而且即摆遮亚洲菜吼，除了即款是就是正港的即个亚洲菜了，嘛有足济是开互本地人去的。因的菜色嘛愈来愈创新多元，可能用做比如讲tapas啊，佮配一个手工米露，还是讲 cocktail 迄款的，就是去因载本地人去的。加上讲即2-3年来吼，有足济香港人来，因有诶就会开餐厅啊。
就愈来愈侪即款较正港的即个亚洲的这种食物啊。毋过呢，变做是即个亚洲的食物，亚洲料理变做是一个足大的战场。啊，你亚洲料理呢，遮济内底出来，就是有啥呢？树仔大就有，叫啥？树仔大就有愈来愈济白痴，人济就。哦，你物件是选着一济吼，就愈来愈济足神奇的物件出现啊。好，对，对，咱先来讲吼，你身躯边的白人对亚洲菜，咱卖 general 来是讲英国人拢是安那，就是讲你先讲你身躯边的英国人对亚洲菜的认知是啥物？我感觉，因为我即摆是住伫个 Wigan 嘛，所以就是因即边的人对亚洲的料理实在差不多像个泰国啊，啊无就是印度，就是即两种，差不多拢是即两种。啊，大部分我感觉起来就是因着感觉就是炒饭炒面，啊无就是日本面大包，啊是较厉害，可能知影年地安尼。啊，那个大部分就是因为拢伫 Tesco 嘛，所以就是因知影就是迄几种，啊伊嘛毋知影。问料分袂清楚，问料是伫一个国家的，就是我记得有一摆，我袂记我是伫对买，过就是伊是写是越南料理，敢若是 Hello Fresh， 我就是我男朋友对，然后我男朋友就订一个越南料理的，然后迄阵我就足期待的，我想讲越南料理看起来足厉害的，结果呢，迄个酒用咧，我一食，哇，这是垃圾，不是垃圾。你知影迄差偌济？我食诶时阵，我就想讲，歹势，咱遮先甲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Hello Fresh 是啥货 ？Hello Fresh 是一个足神奇诶物件，就是你会当订伊会送，逐工送，是逐工还是逐礼拜送菜去恁兜诶门骹口，你着照伊诶食谱看伊互你诶料。你去炒就对啊，伊拢互你拄拄啊，伊拢互你物件拢拄拄啊好。对。所以你收到的是你订的是越南口味，毋过伊互你垃圾，垃圾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个咖喱。马来西亚对。过伊真诶写越南哦，煮了了，然后佮炒面，我食了，毋对，这毋对。无就是因定日本啊、韩国啊。分袂清楚，就是像迄 Tesco 最近有迄种，最近有一种 meal deal，有鸡肉，即摆开始你会使买鸡肉，敢若是5块吧，你会使拣一个鸡肉，然后有菜、有面还是饭，然后佮有一个酱料。迄阵我拣的是一个韩国的番茄酱，我想讲，会嫌安尼，我想讲安尼袂歹，我买一个来试看卖好啊。我想讲要甲伊分享伫我的 IG 顶悬。尾我淋落食了，毋对，这是姜醋，就是姜醋，无关系。完全无关系。我尾仔搁爱家己摕我家己的韩国的酱落去加，食起来较像韩国的物件。无就是伊迄食起来像迄混虾啊，迄种姜醋，就是你知影嘛？就是虾啊，迄种姜醋。迄你摕去食起来，要摕去混鸡肉。对啊，就是炒鸡肉甲面做伙炒，我想讲这姜醋炒落敢袂使食，就是我尾仔无甲伊淋落，我就淋一半，我想讲袂使安尼食袂落，我家己。这食落心情总歹去诶。对啊，好加在5块尔，就是5块尔，袂生气。好啦，5块算俗啊。对啊，对算俗，所以无生气。哇，对啊。回嚟就是因对亚洲料理的想法，可能大部分拢是来自于就是 Tesco 还是这种超市的物件呢。我阁有前一阵我甲我同事咧做伙食饭的时阵，我就有开讲到就是亚洲的料理。因为伊就是一个白人，非常之白的白人，伊就甲我讲，伊就问我讲，为什么日本料理？只煮日本料理的人，哪会拢遮办大，拢无甲伊煮，拢直接卷起来就食。然后伊安尼甲我讲的时阵，我毋知影安怎甲伊。对，阮大家嘛是，大概讲要去食日本料理，阮大家拢讲，毋过我无要食无熟的物件。我想讲对搞日本料理，敢若寿司是无熟，其他拢嘛熟。对啊。沙西米则无熟，其他拢有熟。对啊。无你是当做日本人拢无照卡哦。一只切，我迄个同事就甲我讲，
为什么就是拢无煮啊？就青鱼安尼甲饭做伙食。我就讲无，就是你因为伊食的是 Tesco 的，我就讲你莫食迄歹物啊，就是你莫食迄个。我去食认真的，我搁去找讲有认真的素食店要带伊去，因为伊就是甲我讲，伊感觉 Tesco 的素食啊真的足好食，我就讲袂使互伊食即种物件。哇 ，Tesco 的素食啊，好食。伊真诶甲我讲是好食，毋过即几档我感觉有较好，就是甲可能5档前还是10档前，因为网络诶关系嘛，所以愈来愈侪人会使接受一寡亚洲诶料理，因为因会看 TikTok 嘛，会感觉这看起来袂歹食，啊，就愈来愈侪人，啊，有移民诶关系，所以愈来愈侪人会使接受讲亚洲迄边诶料理。我嘛有发现讲，就是因较愿意接受讲。一只看起来，就是伊一只看就知影即个食物是啥物物件诶物件，因较接受，比如讲像盐水鸡，还是咸酥鸡即种，伊一看就知影，迄鸡肉啊，迄是菜，对，伊就知影迄是啥，伊就较愿意去试。啊，若是讲，譬如讲水鸡，我感觉还好，啊，毋过可能5档前还是10档前，可能较无接受，因为你看袂出来内底包啥物物件，还是想要包啊，伊就会想者讲。这毋知是啥物物件，可能就会小可惊嘛。啊，毋过最近可能就较好啊，因为网络诶关系。啊，无就是像诶，较早伫诶，我较早住过美国一阵嘛，伊就是因定甲迄种点心诶物件当做主顿，就是伊有咸酥鸡便当即种物件。迄阵我真诶会当了解到底为虾米要甲咸酥鸡做便当。毋过咸酥鸡便当听起来真好食，是好食诶啦。我就是感觉讲，这毋是阮安尼食。对，伫台湾这算是四修啊。对，四修啊，就是细汉。啊，过因为因诶鸡肉拢切足大块，所以我感觉无啥像咸酥鸡，就是像迄日本诶迄种煮鸡肉安尼啦，遐大块。对啊。啊，毋过其实我介意讲，甲我诶同事，也是甲一寡别人，就是讨论因对亚洲食物诶想法，因为大部时拢会互我一寡足新诶概念，就是我拢会感觉讲，我为即个方向去看即个食物安尼，因为有一届就是阮讨论讲火锅，因为最近天气介冷嘛，凉，我就讲火锅是我上爱诶一个食物。我摕影片互伊看，因为就是你知影火锅歹无啥好解说嘛，我摕影片互伊看。啊，伊看了，伊就坐伫遐，伊就无讲话，伊就雄雄讲一句讲，我感觉火锅吼是一个足办大诶头家发明诶，伊就讲互人客家己煮，啊付钱互你，啊伊趁钱安尼，伊就安尼甲我讲，然后我想讲，哇，我真诶无想过。即件代志，因为我自细汉到大汉食火锅就是足正常诶代志，啊，我家己，然后就食嘛，就趁小金食咧，我完全无想过讲，以别人诶想法来讲，是一个足平大诶头家发明诶食物，因为你爱家己煮了你该付钱互迄个头家，或者有时阵，我感觉足好笑诶。啊，佮有像对菜嘛，是因为阮台湾嘛有较侪迄种叶菜类诶物件，对。啊，有一届就是我诶同事，伊就甲我讲汤匙仔菜，伊就爱食汤匙仔菜。我讲汤匙仔菜，我伫台湾敢若无遐定食，阮食拢是食硬菜啊，是食啥物豆菜迄种。我讲我伫台湾拢是食这，较少咧食汤匙仔菜，可能就是伫面内底还会食着汤匙仔菜。然后伊就甲我讲，顶一届我甲伊青食，我就哈，对，汤匙仔菜，对，因拢会安尼。对，我迄阵真个惊死。因是毋是感觉足侪菜拢是伫做？嘿，对。渣啦。对。对，伊迄阵我就哈，汤匙仔菜青食，我甲伊讲，我有听毋对吗？你青食无煮青食，伊就讲对，伊就讲对，我真个青食。我讲你是安那要青食？伊就甲我讲，因为迄工透早巴肚就枵，毋过伊平常刚好。汤匙仔菜，伊就感觉讲，伊介意迄个脆诶口感，感觉讲做沙拉敢若袂歹，因为炒了伊嘛是脆嘛，伊就讲伊就安尼就食。我讲你安怎食？你就细规丛混酱安尼食，伊就看我，伊就用一个足骄傲表情甲我讲，我甲伊切细片，我无规丛食。我就靠腰，这不是午餐无菜的，就是你重点拢念对诶。对，我迄阵真的笑，我就讲，
无这重点毋是你有菜无菜是，我是想你无煮，讲你会使找食，是你无煮，无人咧找食汤匙仔菜啦。伊就讲，伊感觉袂歹食，我讲我就我感觉你也是爱煮啦，就是拢有即寡因对青菜的理解，甲阮想的敢若无啥共款，所以就有即种我感觉介好笑的代志。啊，佫有一个故事是，伊是真正发生伫我身上，伫我伫个加拿大的时阵，因为迄阵我的朋友因兜的人拢无食过亚洲的料理，所以迄阵肉粽节的时阵，我就绑细2针，放互伊的亲诚好友，就是逐个人拢有客着。啊，迄阵我就甲伊特别交代讲，你爱甲恁厝内的人讲，迄叶啊袂使食，哦，对，爱透开，一定爱透开。食内底米就好，你你一定爱甲人交代。啊，隔工我就问因朋友，我讲啊，你感觉粽好食嘛？因为我想讲伊若袂介意，啊，明年我就莫绑啊，我就无爱绑啊。尾仔伊就甲我讲，伊感觉袂歹食，毋过外口迄叶啊足甜的，伊绑。伊甲我讲，我抱足久，我安那抱拢抱足。哦，我真诶笑甲变过，这真诶毋是我咧好笑，这是真诶发生诶代志，这是发生伫我身躯诶代志，就是我感觉讲对因诶想法来看阮诶是无因文化诶关系无共款，就造成即种我感觉介好笑诶误会啦。我是希望迄个人会好彩，对，所以我感觉因诶角度来看阮食诶物件，我感觉是介趣味。然后有诶时阵，顶一届我伫个公司咧食饭诶时阵，我著买一个沙拉，啊，迄阵我就想要食饭，所以我甲饭加落，然后因看着了，因就讲你甲白饭加入去沙拉内底食，伊就感觉讲我用我诶方式咧食沙拉，伊嘛感觉足好笑诶，所以我感觉你这讲话我无法度呢。因为我感觉讲，我著想要食饭，爱迄个酱，就是迄种，你知日本诶迄种有小可豆油，毋是，对，豆油诶迄种咸咸，所以我好来当食烧。对，我感觉这算还好，啊，毋过伊就是感觉足好笑诶，就是以我诶想法咧食，我甲伊讲，这就是我平常时看你咧食我诶物件诶感觉。对，我就是即种足好笑诶细项代志。对啊，你讲着迄炒青菜啊，我感觉因为我看阮大家会做伙煮菜嘛，啊，所以阮大家伊对菜诶想象就是，毋是食青，就是用烫诶。因为英国人因拢用烫，啊，拢无加盐，啊嘛个会烫甲足软诶。对，拢软安尼食，像老人安尼无喙齿。对，所以有一摆我摕迄个高丽菜啊，我用炒，我炒迄个咸肉，啊，炒起来了后，阮大家含阮翁因阿舅两个拢想讲，哇，竟然这个菜会当炒呢，就是青菜竟然有当有炒诶即个口感。因为伊无食过对无？对，啊无因拢用烫诶啊。对啊。啊，佫有迄个汤匙仔菜啊，足侪迄个就是较迄个文青、较 hipster 迄款餐厅，拢就爱用即个青诶汤匙仔菜去做边仔诶摆盘。真诶哦，啊，我就感觉嘿对，我就是我就甲进入去烧汤内底甲煮烧。所以我迄朋友安尼食。我听着伊安尼食真会惊死。我后礼拜要做伙去食火锅，我嘛足惊即件代志。我足惊伊甲我请食啥物物件。足惊遐。对，啊，所以拄则讲过，即个白人对亚洲菜诶即个认知吼，含咱较无共。你敢有看过啥物？因为着要互即个物件卖出去，啊，甲因学爸母诶一寡亚洲诶菜。顶一个我是伫 thread 看着讲伊有甜诶割包。就是伊内底夹迄个 cream 内底，啊又无共款诶口味，可能有 Oreo 啊，还是有迄个莲花饼，然后无共款诶口味，啊，佮伊内底大部分拢是加 cream，我袂去食，啊，毋过我会使理解为虾米因要安尼做，因为我感觉对因来讲，割包诶迄个皮有无，就是伊就是无算咸诶，伊可能佫小看甜甜诶迄个口味，所以对因来讲，可能感觉伊会使是变做甜诶物件吗？对。哎呀，毋过
我做过即项代志咧，因为有一阵仔我买袂着迄个白色的馒头，啊，阮囝要食馒头，我着买挂包，啊，我内底着甲搅嗯迄个草鱼的果酱，对，因为迄阵我之前有做过割包，迄阵其实就是做迄个皮的时阵，本来就会淋寡糖入去，所对以对对基本上伊算甜的嘛，就是伊嘛无算咸的货，就是你要搞啥就会使搞啥啦。所以因做一个甜的割包，我是会使理解啊。毕竟白人伊嘛是最爱食甜的物件，拢哦对啊，小爱搞遐安尼。所以对我是会使知影因为虾米想要安尼做。啊，另外一个我无法度理解是因甲一卷的 sushi 卷入去迄个 burrito， 像个 burrito 安尼甲伊卷起来食，哦，哈，用一个皮用一个包起来，啊中放一条 sushi 啊卷起来，我无法度理解即个。starch with starch，对啦，就是即个概念，我感觉伊卷起来就看起来就是足奇怪，我无法度对啊理解即个物件。因连切拢无切，伊就是规卷安尼。啊，哈，伊无切，伊无甲伊切做像个寿司安尼一块一块无，伊就是用安尼像个 burrito 安尼互你食。我迄阵看着相片是安尼，因是毋是毋敢食 nori，所以用迄包。所以看袂无，伊内底佫有努力，伊就是规卷伫迄个迄个饼内底安尼包起来，我看着是安尼，我就毋知要安怎讲。我另外一个感觉我会当接受，啊，毋过我感觉嘛是小可奇怪，就是因足爱伫迄个寿司面顶压豆油膏，啊了搁压迄个油葱酥，哦，我知影，对我知影即个，我嘛无法度理解即件代志。对，我感觉是因足要伊迄个物件看起来足水诶，食物诶重点是好食呢。对对对我感觉伊应该是感觉迄个油葱酥是一个嘿亚洲料理诶对对代对表，所以一定爱甲伊淋起。对，因摆盘诶时阵拢会压迄油葱酥，嘛无咧管迄味有合还是无合。我压对起看起来就对对对，重点是咱油葱酥拢是放伫迄个，比如讲卤吧，还是卤诶物件，还是讲汤内底，因拢是直接食迄酥。就是直接食迄，我有看到迄种日本诶迄种饭有无？啊，伊顶悬嘛是压迄，我是讲你压这毋是共款共一个国家诶物件呢？这是无共款诶物件，我迄阵看着我就对对对，啊，毋过因遮卖挂包啊，拢是内底拢是包迄个煎鸡肉，就是卡拉鸡。啊，对对，而且恁伫遮诶迄个大卖场内底买诶时阵，拢是放伫日本料理迄区，啊来面顶佮甲我写讲这是日本料理，对我知影。对，啊而且因拢会叫伊包饭，就鸭给包就是饭啊，包哦，你叠字王哦。无错，我最近咧甲阮同事开讲时阵，我嘛讲即件代志。我甲伊讲我伊诶正确诶名应该是挂包，毋是包饭。我讲即就是为着恁白人，所以创作出来诶名，伊就叫两个胖诶名安尼包安尼。对，你知毋知影进前啊？因为毋知是 Sainsbury 还是 Waitrose，因咧卖即个挂包诶时阵，因为应该讲是日本料理啊，啊，就有台湾人去写批去甲因抗议，讲迄是台湾诶物件。你敢知影因安怎回？因讲无啊，我伫日本世界拢有看着挂包，啊，我想讲靠腰，你袂晓听迄个名，叫挂包敢是日语？啊，你著听，对，听无人话啊，鄙视蛋饼。因为伊毋知迄伫日本看着拢，因为拢是台湾人传过啊，对，对啊，好啊，所以讲到遮足有创意诶，遮个亚洲料理，你有啥物货是白人做诶，啊，毋过你会当接受诶？我其实大部分我若看着，除了头早阮讲迄个甲寿司卷入，可像 burrito 安尼，迄个我真诶无法度，因为我感觉无必要。以外，其实伊只要看起来莫伤过奇怪，啊伊诶介绍莫伤过，我会使试看觅。因为我感觉大部分有诶时阵，因为着要互伊看起来好看，伊迄种足奇怪诶物件拢会足贵诶，所以看着迄个介绍，我就会感觉讲，我若开即个介绍去买一个会互我想起诶物件。对，所以若介绍若较俗无介贵，我是会使试看觅啦。譬如讲，像迄伫咧美国还是加拿大，因足流行，像迄头拄阮讲诶，甲钱诶物件放入挂包内咧，迄阵，
前一阵仔敢是最流行煮迄个软壳金嘛，哦软壳哦，金，对，对，就是规个钱嘛，啊，甲伊放入，啊，伊迄个看起来就足水诶，因就是规只金仔伫内底，对，迄个形，对，看起来足水，所以足侪人咧销即个物件伫个美国甲加拿大诶时阵，迄阵我就有食起来就是安尼，就是你会使收着诶，嘿，啊，毋过就是试看觅嘛，对啊，所以像即种我就会食。我嘛是感觉，比如讲迄个 California roll，就是寿司内底包迄个口袋诶，我嘛迄款诶，我嘛感觉会当接受。我感觉我大部分诶时间，我若是家己想做一个外国料理，我拢只要伊诶口味莫伤歹，啊莫伤贵，我拢会当接受。对。啊，我感觉即台湾人普遍来讲，对即个食诶物件是介注重，所以台湾人才会去计较讲啥物有正港啊，啥物无正港，啊嘛就真诶，我之前我甲阮同事，就是嘛是台湾同事，就是伊食火锅伊无囥蚵仔，啊，毋过我是会囥蚵仔，所以嘿。啊，就是有诶人会食蚵仔，有诶人袂食蚵仔。像阮兜我都无介蚵仔，所以因会囥，啊，毋过我都袂去食。无，我是感觉迄汤头无共，因为囥蚵仔你袂当互伊烂去，因为汤会落。哦对，你爱抓时间，对，你爱抓时间。对，你看台湾人就是会讨论即款足 detail 诶，讲人是一听着就要困去啊。为着蚵仔冤家，佫有盐水。对，啊，佫有卤肉饭，还是叫控肉饭，对，还是肉色饭。对，还是肉色饭，为着即种代志冤家。恁会食盐水吗？我会食，我会食，因为我感觉盐水就是互你，就是甲即个物件互你有一个 refreshing 诶感觉。对。对。啊，毋过阮爸是伊细汉时种菜，伊讲迄盐水内底糖足济，伊毋敢食。对，对。啊，讲倒来讲，台湾人对即个食诶物件足注重。啊，毋过我感觉每一个台湾人啊，对即个台湾诶食物是啥物货，啥物物件是台湾料理，即阵代志有无共诶想象，无共年岁，较无共地区大汉诶人嘛，会无啥共款。对。所以咱想讲，咱即摆来讲倒来你诶即个 Instagram 诶即个口做吼，你若会想讲要用 Instagram 诶方式去记录做你做诶料理？其实就是有一工我著常常发觉讲，敢若伫咧国外煮饭，对有一寡仔人来讲，毋是介简单诶代志，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我想要食即个物件，我著去查，我著家煮出来，就是安尼。对我来讲就是安尼，伊无啥物介困难诶代志，就是我真诶足想要食，我著去家变出来。啊，毋过我著发觉讲，敢若有一寡人无法度，即件代志敢若对因来讲毋是介简单诶代志，就是我即款诶。第二个加上讲，迄阵加拿大伤冷啊，就是无啥物代志通好做。我想讲，伫厝无代志通好做，啊，不如我来翕鸦片好啊，来翕看觅我平常时拢安怎煮饭，我著甲伊当做是一个生活诶记录嘛。啊，记录我平常时拢是安怎食饭诶，所以就是安尼开始诶，到即嘛。转来讲，即个台湾人诶对台湾食物诶即个想象吼，伫你经营即个 IG 诶即个口做诶即个经验当中啊，上侪人问，也是讲上侪人看影片诶即个台湾菜有对几项？有三个上大诶，第一个是牛肉面，因为我感觉这是因为上有法度代表台湾诶料理其中一个嘛。所以牛肉面迄阵足侪人看。第二个是盐水鸡，迄个是对，即个食谱是因为讲，我敢若伫咧 thread 分享互一个朋友吧，伊就是敢若问讲，伊要去参加一个 party，伊毋知要炸啥，因为感觉讲有一寡人可能无法度接受一寡台湾诶料理，伊毋知要炸啥上好。我讲炸盐水鸡上好，因为一看就知影伊是啥物物件，而且来准备起来非常之简单，你著烫烫搅搅诶，就使炸起啊。佫有一个是
我去分享讲，我大概为台湾回来，我拢会炸啥物食的。就足侪人，因为在台湾人本来就注重食的，就足侪人伫家骹就分享讲啊，我拢会炸啥，我拢会炸啥，我拢会炸啥。结果尾啊，迄个文章就足侪人看，尾我就甲伊，就是即三个，就足侪人来看。有迄款人问了，毋过你做袂出来，所以偷偷无囥诶，像迄啥物鳝鱼意面啊，啥物炒五柳鸡啊，我真的咧想，咧想鳝鱼意面，就是伫你要袂互我之前，我咧想讲，我毋知要安怎变即个物件出来，佮有迄炒火鸡，因为我前阵子我伫遐看火鸡要安怎用，我伫遐炒。火鸡真正无法度呢，我炒袂出呢。我感觉是海产的问题，就是食海产的问题，无法度该使食迄种软的火鸡。对啊，对，或者迄阵有一个人，伊就问我讲麻婆豆腐要安怎做，我真的未开始研究，毋过因为我感觉对我来讲，就是阮平常时食的麻婆豆腐，嘛毋是台湾的料理，就是伊算是按大陆迄边传来的嘛，无就是嘛有日本的迄种，所以我嘛毋知影迄个人伊想的是叨一种，所以我就一直囥咧。我嘛有去，我刚刚有去看一个影片，看了，我想讲，这敢若小可麻烦，我可能无法度伫咧足短的时间，甲即个物件做出来。你若有听到即个朋友有一工，我真的会甲伊做出来，毋过毋是最近。对，还佫有一个是油条，我真的油条粿足歹做的呢。我其实有哥有食过迄个啥物啊？迄个万城迄个旺旺 bakery 有伫卖呢。对，毋过因为迄个口感是较润的，较胖的迄种对无？上海迄种胖的，对，是食咧烤子，毋是内底是空的迄种。对。我迄阵其实有煎出来啊，毋过伊真的足歹，伊歹滋滋，就是真的足歹的，就是因为我迄阵为着要省油。因为你知影煎油条本来就是爱放足侪油，毋过伊是我无足大支的鼎，无像迄外口人煎油条迄种遐大台的油鼎会使煎，所以我搞有一个细的鼎。迄阵我佫无啥想要用伤侪油，我感觉讲我若煎了无好，我食油，我毋知要安怎，所以我就放一半尔。我就煎，结果伊碰一半，伊另外一半一边，伊无碰起来，因为油无够。所以我就煎袂出来，我煎了无好看啦，歹一支安尼。尾我家己食掉，伊食起来是空的，是好食，毋过另外一边是扁的，像迄饼安尼是扁的，所以我就无甲即个影片放出来，因为我感觉伊真的无法度，伊这无法度互人看。佫有另外一个物件，是我一直想要做，毋过我无勇气去试，就是臭豆腐。臭豆腐你要家己做？我想要家己做，毋过就是你知因为伊爱发嘛，所以我就足惊我家己食一个食物中毒，还是脑屎翘起。就是我一直想即个，我真的去查，我有去查讲伊要安怎发，爱淋啥物叶啊落去发，我敢若是用硬菜落去发迄个酱。甲豆腐浸去，我拢查好啊，我全部拢查好，毋过我无迄个勇气去做即件代志，因为我足惊我食一个翘起伫咧。对啊，我无想要伫英国翘起。因为阮囝嘛足爱食臭豆腐嘛，阮当时时阵就是有一寡朋友伫开臭豆腐的店，就讲其实会当用洗米水来去发酵。嘿，毋过阮嘛无迄个勇气，因为阮兜有人无介迄个味。对。对啊，因为发起来了后，恁兜会足臭诶。对。毋过阮兜就是主人无介迄个味。所以对啊，我真的无即个勇气做即件代志。毋过有一工我若做啊，恁会看到影片，代表我无翘起，所以我才会甲影片用出来。对啊，阮之前足拼诶。阮有一个朋友，伊会为台湾，伊规个行李箱仔内底拢缀臭豆腐。伊就是去市场，就是去市场买迄人包好诶真空包装诶迄款诶。来看几个朋友要爱诶，伊就规个行李箱仔内底全部拢是臭豆腐。伊要惊崩去吗？就是底拄好20公斤啊，毋过来了，伊迄行李箱仔就臭到无法度个用。
一定是臭的。我知影是因为加拿大甲美国迄边有法度买着臭豆腐，啊，搁伫遮敢若较歹找，就是伫遮正常是伫遮迄款麻有啦，就是麻迄个辣臭豆，对对对，嘿，就是较像火锅臭豆腐火锅迄对对款。对对对，无有啊钱迄种，因为我迄阵伫个加拿大时阵，我有食着即种即钱的，啊，因是真诶伫遐法国诶钱诶，哦，真诶就好食。我迄阵差点要哭出来，食着时阵差点要哭出来，我就哇，伫遮食着这。对，因为我感觉伫遮伫英国诶台湾人无甲济。我主要是即个料理伤臭啊！你对你做诶工厂面诶人拢要抗议啊！对啊，开袂起来，系啊，对啊。可能爱开伫咧青山哪来？啊嘛是会传出去啊！对啊，对啊。啊，伫你做过即个台湾料理内底啊，你感觉有啥物特点？我感觉像我咧煮台湾料理诶时阵啊，一定要有3项物件好入手。我诶好入手就是葱啊，葱啊、蒜头、姜姜，拢一定爱有。对，啊，一定爱欠芳。啊，佮有就是拢有较济拢有海味啊，比如讲你会炒迄个虾米啊，啊无就是炒迄个鱿鱼无。啊无是鱼仔肝，细诶鱼仔肝。哦，对，哦对。我嘛会炒迄。大部分拢是差不多诶啊，就是芳料一定有诶，啊，佮有一个就是我一定会加糖，我毋知影是毋是。对，就是一定会加糖。我毋知就是南部人，我一定会补一个糖，而且呢，我补诶糖就是毋是白糖，我用诶是迄种赤沙，就是红糖。哦，对，我嘛是。对，这个南部人。对啊，一定会用诶物件，对，就是这。所以我最后一题就是要问，因为啊，比如讲我大汉，其实我无啥咧食卤肉饭，因为我无介意食饭啦，先讲啊。了后是牛肉面，阮兜较少咧食牛肉面。啊，比如讲迄个迄个红茶牛奶加珍珠珍奶有无？迄我嘛是差不多国小时阵台湾才出现诶。鸡排嘛是，对，啊鸡排其实。对，无毋对，所以我感觉遐诶物件，我感觉拢无足。你讲要讲是我诶即个厝内诶滋味，我感觉嘛介成毋是。所以恁感觉恁心目当中即个家乡味是啥物货？啥物是即个家乡诶即个滋味？哇，这是一个无啥好回答诶问题。毋过因为阮兜高雄人嘛，所以阮兜一定是海产。哦，对，海产。阮兜嘛是。啊，佮有，恁兜嘛是嘛？阮兜是一定会有海产甲汤，就是即2项一定有。阮兜嘛会有汤，阮兜嘛足重汤。啊，佮有因为我是关庙，我记诶就是爱有笋仔汤、笋仔糜，啊无就是卤面嘛爱放笋仔。哦，对啊。阮兜是因为阮妈妈迄边讲，阮妈是澎湖人，所以咱兜细汉时阵出去食饭拢是食海产，啊，而且就是饭桌仔顶逐顿一定有鱼。阮兜是就是汤，阮老母一定会煮一鼎。汤真正足大鼎诶汤，非常之大鼎诶汤。有诶时阵，阮兜佫无一定会煮白饭，啊，毋过一定会有汤。啊，阮兜诶，阮兜诶主要咧食诶是迄鼎汤内底诶料。阮兜嘛是呢，有足济料，料会济甲。对，就是济甲你无法度食饭。阮兜诶白饭是狗仔咧食。差毋是人咧食。是伫高雄诶时阵，就是因拢会靠会搅肉甲白饭食，就是因是煮互狗仔食，毋是煮互人食，所以阮兜是安尼。阮兜嘛足重汤。对吼，这是我毋知这是毋是就是南部人诶关系，就热到要死跟硬要啉汤，就是开你气啉汤安尼。啊无就是毋知要煮啥，也是想要。毋是真正枵，啊，毋过就是喙伫上，就是煮汤。对，啊，毋是影想要食啥，就是啉汤，就是无啥，毋知要创啥来啉汤安尼。对。阮老母嘛是安尼，伊就是阮老母煮饭第一件代志，就是先控汤，先控鸡肉汤，啊无就是骨力汤，伊才决定内底要放啥物料。
阮老母拢安尼。哦，对，啊无就是阮兜一定会食钓时的物件，就像秋天的时阵，即阵阮兜就一定会食金嘛，啊无就是食起啊，哦，对，对，热天就是一定是西瓜甲蒜啊，而且一直食，就是食甲迄个。蒜仔该配泡子呢？你蒜仔你若接受者爱配泡子解冻的。哦，真诶哦，嘿，啊袂，所以钓蒜仔有毒吧？对，你若接受者爱配泡子。哦，真诶哦，阮老母。你若转去台湾，第一项想要食的，拢大部分拢是啥物？我食火锅。你食火锅？阮兜是。我是冬龟汤。冬龟汤。冬龟汤，好。啊无，因为阮兜，我跟你讲，阮兜旁边啊是菜市啊，所以拢有迄个素食摊。啊，对，所以我拢最爱食迄素食摊的，佮有迄个素食的自助餐。我根本逐工下昼拢是食素食的自助餐。而且我转去的时阵，透早就是食早顿。你早顿拢食啥？我会去做营食迄油条甲烧饼，佮有因迄包啊。对。哦，是哦，你早顿是即派的，就是我食豆奶迄种。我早顿是大米派的。有时阵我嘛会食迄薏米。所以人咧演迄啥物美而美，我无感觉，因为我嘛是，我食大米的，歹势。我是大米派。冬龟什么？等下冬龟。我再食米糕。哦，这个我当阿米。哦，对。我食米糕甲素心汤。哦。对，冬龟米线，对啊，还有龟啊加卵。去盐店补食米糕甲素心汤。透早的时阵高雄人的肉色饭是当做早顿对，食。透早食肉色饭南部嘛是配鱼仔汤啊是啥？蚵仔汤。对，蚵仔汤。透早拢会食这个。我无袂饱呢。就紧会快腰。那食美而美会快腰。真的。就是好啦，今日呢讲到足欢喜的吼，伫遮甲伊宣传者吼，大家若是想要看伊的即个 IG 的即个口罩，会当去找 My Kitchen 台湾灶卡吼。对啊，袂记你甲大家介绍，因为一开始会注意到即个口罩，主要是因为伊灶卡两字就是用迄个台语的正字。而且伊的迄个 Instagram 的迄个精选拢是用台文咧写的，所以会注意到即个人有趣味有咧用台语咧想代志，所以呢就想讲会当来小可注意一下安尼。所以大家若是有趣味，会当去看伊的即个 Instagram， 看咱即个台湾人呢伫英国是安怎生存呢？是安怎对，即歪喙鸡是安怎伫英国会当生存落来安尼？对，若是住伫海外即个台湾的朋友，嘛会当看一下讲即个台湾料理会当安怎做，安尼会当若是有想要改即个享受的状况呢，会当来看伊的 Instagram 来看，爱家己来做一寡台湾的料理来食。对，最后你有啥物要讲的无？希望大家会使多多支持。会使来看我平常时安怎煮饭，若想要开讲嘛是会使找我开讲嘛。我一个人伫位根就无聊。对啊。听咱讲即一了，应该大家拢要哦，得当顺刷去看伊的 Instagram， 啊，看要安怎煮遐料理。我真想到要的。好，安尼今日就到这，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再会。落水溪，请人客，上清气的土地。稻仔青芳过一枝，青菜水果青。来过落水溪，参农民徛同齐，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请人客，上清气的土地。稻仔青芳过一枝，青菜水果青。